报告六王，先下去。这大早晨的，什么事儿？小的们挖密道的时候，被一个小太监撞到了，跑得特别快，人跑了，被小的们抓住了。一个太监而已。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他埋了便是。六王，您还是看一眼的好。把人抬上来。六王，请看。哟，这不是天目童那个小徒弟吗？这可是送上门的大礼，把他先关进起来。来人呐！啊，宁妃娘娘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宁妃，我是太后啊！是有人跟我换了身子了。宁妃娘娘，你说的什么呀？我听不懂啊！是有人跟我换了身子了。荒唐！你是不是又疯了？胡言乱语什么呀？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你是不是瞎了眼了？你可是伺候了我一辈子了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是太后啊！太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公公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受了刺激，就又疯了呗。你这个妖精！你这个妖精！公公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把他拖下去！这要让外人看见了，还成什么体统？来人，给我拖走！你们谁敢？你们谁敢？我是太后啊！我是太后啊！妃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！等我出去一定扒了你的皮！扒了我的皮？你最好别惹我生气。拖走！我是太后，公公，我是太后啊！公公，太后，这宁妃娘娘怎么突然间这样了？不要多问，按我的吩咐办。就说她是因为流产而发疯的。那要不要请天目道长过来看看？不用，我自有打算。是。哦，还有，我想清静一下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们都不要随便进来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别，他这身衣服太扎眼，给他衣服罢了。好。你们要干嘛？怎么了？去看看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有人吗？哎，有人吗？这是哪儿啊？小蘑菇。人呢？
师傅，师傅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天魔道长，天魔道长。好，公公。天魔道长，太后要见你。公公请。呸！这帮人什么毛病？这是把人哭死，还能再猥琐点吗？这帮人什么毛病？这是。哎，不是干嘛呀？下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，好好说呗你。小蘑菇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六王，好久不见。你在林子里被人打晕了，幸好我的人把你救了过来。不过你为什么被人打晕了？哎呦，我当时啊，我就看见一堆人。看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刚看见还没看见的时候就被打晕了。哦，那可真是不幸。可不是嘛，我太不幸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路太坎坷了。你这样，王爷，我现在伤已经好了，要不然我就先走了，我就不麻烦你们了。你这么急要去哪儿啊？我能去哪儿？我回皇宫呗。哦，皇宫。你本来就是宫里的人，回去自然理所应当。不过你身上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。王爷，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了。我小蘑菇一不偷二不抢，再说你这屋子里什么没有，我能拿啥？你看看我身上有吗？来人，把他身上多余的东西给本王除了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哎，你们文明一点好不好？小道见过太后，不知太后找小道所为何事？天木童，我听说剩下那半张仕女图的线索，你已经有了。不知太后从何得知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我问你，你找仕女图这么久，有什么进展吗？小道是一心在找图，但关于线索一事，实在是子虚乌有。唉，仕女图事关重大，是寻找日月神鼎的重要线索，而日月神鼎又关系着天下安危。没想到此啊，我都感到寝食难安呐。好，太后大可不必如此忧虑，毕竟要找到整张仕女图，才会解开神鼎背后的秘密。只要太后手中的半张仕女图安放得当，太后不必如此挂牵。只要有半张仕女图在外，这心里总是觉得不安。小道自当竭尽全力找到另外半张。你一旦有了新线索，要及时向我汇报。这个自然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休息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天木童，你不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吧？小道怎么会有事欺瞒太后呢？你要是瞒着我，可是犯了欺君之罪。知道。六王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啊！你这是要宰了我吗？哎，我怎么可能宰了你呢？只要你身上一块肉而已。小李子，这刀要么快一点，要不遭罪是小事儿，
弄不好会出人命。哎呀，六王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小李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滚蛋！公公，还是您来吧。哎呀，小李子，我人老了，这手脚不利索了。这样，你长刀，我跟你说从哪里下刀，这样又快又好，又不会出问题。这还是个新手。别怕，别怕，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？死变态，滚开！小李子，站好。明妃最近事多了，侍女死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，发疯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是啊，以前肚子里的龙种正得宠，现在疯了，被关在太后那里。你说这人生的事儿，谁也说不准。哎，小点声。没事儿，没人听得见。快走。不要不要！放心，给你留着呢。六王，谢谢六王的手下留情。我现在手下留情，不过日后宫里人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手下留情。嘘，六王，你不说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说出去，不过你要留在本王身边，听本王吩咐。以后跟着谁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多谢六王的栽培，谢谢你这么器重小蘑菇，小蘑菇这辈子都报答不完你的大恩大德。废话还真多，在这儿候着吧。不是，六王慢走。公公，啊，太后，我那仕女图如今放哪里保管了？太后，您说您自己保管，我们做奴才的可不敢多问呐。这个老奸巨猾，做事儿这么谨慎。这是人渣，说府里办事不让我走，你们就是吓唬我。
我小蘑菇怕你吗？我不怕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出去才行。我困在这里不是个办法。哎，哎，我感应符呢。找到那半张仕女图了没有？没有，这寝宫上上下下我都翻遍了，就是没有。这个老东西把图藏得挺好啊，看来得让他吃点苦头了。想必你位高权重，一呼百应，没吃过这样的苦头吧？别跟我装模作样。你以为我不敢对你下狠手吗？我知道你心狠手辣，你下什么样的毒手都是正常的。你将不得好死。你还真敢说啊！不过，你今天叫唤的动静也是大了些，要是惊扰到别人，可就不好了。我看你还是睡着的时候比较讨人喜欢。你不是常做那个噩梦吗？你就继续做吧，别醒来了。睡吧。呀，小鸟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，快去把天幕道长请来。是。关关，关关，小鸟，小鸟，关关，关关，关关关，平儿，母后。哎，怎么变2只小鸟了？公主，可恶的东西，居然被公鸟吸引不肯回来。云香容，有何吩咐？我已经知道那鸟的位置，你快去找回来。我教你的咒语，你用住就好。至于另一只鸟，找到之后，立即解决掉。那鸟在何处？乐平公主的寝宫。这若是公主问起缘由，就说是奉了太后之命。道长，鸟已经飞回，公主请天幕道长去看。多谢了。大胆，进来也不通报声。
怎么只剩一只了？我的鸟呢？云香容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在下只是奉太后的旨意来抓回一只鸟。太后怎会如此无礼，跟一只鸟过不去？太后吩咐的事情，我怎么好意思问？再说了，太后自有太后的道理。且慢，这件事也应该有它的原因吧？这只鸟待在这儿好好的，你怎么就要抓走它呢？再说，你也知道，公主可是太后的心肝宝贝。平儿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我奉太后之令，令牌在此。母后。1、2、3，说话了，车呀！你要把它放下去，然后站起来，看他们。你看这次压的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爸爸！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！啊！混蛋！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云石头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位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。那我要先干掉段飞！杀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